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采访团队日前到花莲拜访红仔册家吴友祥。今仔日的主角是同款排台湾4大红仔册财主的萧彦中。1980年代，萧彦中以动画小道《戆擦一路坑》等笑开单幅的红仔册，风靡全台湾。伊创作超过30年了，嘛捌跨几内领域，到舞台剧、到音乐等。外界笑伊讲是上无咧做正当头路的红仔册家。2019年7月，54岁萧彦中确诊得到大肠癌，但是伊依然坚持创作。2020年得到金漫奖的最高的荣誉特别贡献奖。伊自细汉就袂爱读册，是安怎踏就30年的创作之路？伊着癌了后，对人生阁有啥物款的体悟呢？做伙来看。我的自画像呢，应该就是一半的天使，一半的魔鬼。我觉得只有这2种特质相乘，才是一个好的这个单幅幽默漫画家的特质。一笔一笔画出的字画上，有天才的童心，甲魔鬼的恶作剧，安尼综合造就红仔册家萧彦中。55岁萧彦中自细汉就无爱读册，但是爱画图，而且用画笔画出属于家己的精彩人生。没有兴趣听课，所以就在课本上面想什么就画什么，然后有时候画同学，有时候画老师，反正就想尽办法要逗同学笑嘛，所以就画在那个小指头上面，然后传纸条给同学看。萧彦中出身南投的中兴新村，读国小甲高中的时阵，常常以课堂的趣味台做素材，而且用笑诼的方式来创作。像数学老师离教室讲课的画作，详细一个看，竟然是爆炸头，也有昆糖赢杯，简单滚下笔的图像，总是伫个班上引起大家小传小看，嘛为伊日后创作的单价红仔册累积养分。同学之间受欢迎是美术课有一半的作业是我在画的。创作就是萧彦中的生存之道，嘛为语文的学习生活增加不少的趣味。高中毕业了后，伊如愿来考到复兴香港的美工科，为四面拢是山的环境，行入去繁华的台北，互自细汉就画遍着中兴新村无敌手的萧彦中，车一个大奋斗。带着天下第一的心情去念了复兴，但是没有想到复兴是集合全省的天下第一的小孩在一起，所以所有的天下第一就放在一起较量。我记得我第一堂课是班上60几个人，我排在倒数第2个、第3个，当然打击很大。你从天下第一发现你是整个班级落在最后面的，你课业上落在后面，我还可以接受，但是你最强项画画竟然掉在最后倒数2、3名，跟课业是一样的，那简直是没有办法接受嘛。所以那时候终于认清自己只是井底之蛙。伫个复兴读册日子，萧彦中并无褪去囡仔性。甲同学翕相的时阵，已经甲是调高伊无爱看镜头，有一寡叛逆。完成着学业了后，萧彦中四界找头路，而且勇敢介绍家己，希望会当赚钱维持生活。到报摊、杂志社去看，就是杂志这边如果有用一些插图，我就把地址记下来，整个人就带着作品过去，直接就单刀直入，就问他说：“你们需不需要更好的？因为你们现在这个杂志上面的插画有待改进，也不是很会说话。”我记得第一次就碰到美编嘛，然后美编那个脸色铁青，就说：“你是对我画的插画有意见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是蛮希望当你的同事了。”一天透暗，有伫个桌顶画图，煞得袂到回报。这是萧彦中人生上界惨淡的一年。1984年，中国时报举办全国红仔册大擂台，将做伊人生转变的关键。面对生活上的困窘，也没有钱，怎么办呢？然后就到处打听有奖金的比赛嘛。于是就当了赏金猎人，就哪一个比赛，我不在乎奖状，我要有奖金，因为要生活费嘛，就到处参加有奖金的比赛。那时候对自己的手上的功夫还是有一定自信的。萧彦中投稿了后，摕到第4名，报社嘛耀耀连载，但
但是每一礼拜7天，每一暗6点半交稿的时间，互伊加尽苦楚。一天没有交稿就开天窗，因为它的格式就空在那里。那所以刚开始连载的时候非常紧张，因为每天大概6点以前要到报社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传真机，你要把热烘烘的稿子送到报社主编的手里，所以那时候每天去报社路上，有时候在计程车上，脑袋上还绑一根手电筒，因为还在涂颜色。那时候过得很惊险了。为了应付逐天的连载，萧建中甲个人动画甲世界动画重新改编角色，反转结局，发表趣味笑诼的单格红仔册《动画秀道》。这个少年在水坝前面玩耍，后来发现水坝破了一个洞，他很英勇的就把这个洞用手指头塞起来，然后我把这个故事给改了，就是他一样在水坝前面玩，然后发现水坝破了一个洞，他很英勇的把他的一只手先塞住了那个洞，然后在另外对称的地方又破了一个洞，他又把另外一只手也用上了。这个时候在敏感的三角地带又破了这个洞，然后他回头对着镜头说：“不，绝不。”动画秀道结合做册，单册销售量达到50万本，可见受欢迎的程度。嘛，互萧建中摸出家己创作的风格，建立日后昂插一路倾、风光日记等等经典的作品。卖多少本书的那一种喜悦，还不如说，像有一次我在面摊吃面，然后突然发现斜对角桌上有一个学生在吃面，然后突然噗嗤猛笑，然后面孔就从鼻孔里面钻出来，然后他桌上摆一份报纸，后来他走了我去看，他就看到童话短路，我觉得这样的成就感是超过说书卖了很多本。红仔册丰富萧建中的生活，嘛开启伊的斜杠人生。无到20岁，萧建中受在已经过身的剧场大师李国修跨领域参加冰封表演班、沙姆雷特等等滚啊出的舞台剧。就跟国修我们组了一个毛豆表演班，也就是现在屏风表演班的前身。那时候大概就10来个团员吧，我们就租了一个舞蹈教室，就开始。那时候叫表演班是原本没有想到会成立一个正式的剧团，只是大家对戏剧表演有兴趣。1987年，22岁萧建中成立家己的糖果屋默剧团，但是伊无行政财务的经验，组成剧团探无够支出，1年后就宣告解散。好。真正的赔是因为你对演员太好，因为觉得他们来演你的戏太辛苦，一下戏就带他们去吃好的、喝好的。那时候把积蓄几乎就花在这上面，做了1年，然后做到我父亲快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了。他说：“你刚开始赚钱，好不容易应该把它攒起来，不应该这边左手赚进来，右手就花出去了嘛。”然后骂了我1年，后来不得不把剧团给收掉。跨领域发展的萧建中，嘛主持旅游节目，为歌曲作词，而且甲歌手陈升做伙录制单曲。陈升连续26年举办跨年的演唱会，萧建中2届以特别来宾来徛台，可见2个人的好交情。20岁的男人就不再哭泣，因为我们再找不到原因。2015年，一间饭店抄萧建中的创作，上传到面册，作为商业的用途。最后，萧建中无法度忍受，决定以司法的途径来解决。官司打3年外，上尾法院判萧建中胜诉。这是伊对创作的坚持，嘛是无法度忍受的底线。基本的事情就是你的孩子被别人抢走了，拐跑了，这是一件事，而且别人要。你的孩子喊他爸爸，你要告诉别人这孩子是我生的，这又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我觉得不可以纵容这样的事情。捍卫著作权，是位善恶分明的萧建中。2019年7月，方确诊得到大肠癌第4期，但是伊忍受病痛，继续来创作，而且突破以往的风格，强调用实在画出着灵动的线条，用印象神武为主题。在2020年举办个人的展览。
前的漫画多半是在讲述一个事件，单幅漫画。那现在这个漫画就直接以作品本身线条来做一个内容的传递。那你说这样的线条简不简单？只有几笔，可是应该是酝酿了30多年啊，凝聚了30多年的绘画的经验，哪里要粗哪里要细。我希望它呈现就是一个跨领域的化学作用，就说原来画展还可以这样做，原来漫画可以这样做。红仔册是萧元中的本质，但是创作其实才是伊的本业。在700号名人生的作品当中，55岁萧元中已经挥洒超过30年的时间。为画纸到平板，为画笔到触控笔，科技甲时代做伙前进，伊的画风嘛更加洗练。但是动心甲变酸笑的本质，总是伫伊的笔尖画出100个100，笑开个真有意义的艺术品。